欢迎收看《代志挂大条》，我是杨淑晴。2017年，台湾游戏团队伫国际电动平台 Steam 推出以台湾白色恐怖历史做主题的电脑电动番号。毋但台湾回响真热烈，伫国际上嘛得到真好的评价。2021年，又有游戏团队伫线顶推出台北大空袭主题的电动模组，将1945年美国对当时日本统治的台湾发动空袭的迄段历史放入去电动游戏，要互民众哪算哪认捌历史。炸大声四起，街路起火烧，建筑嘛受到破坏。这是台湾游戏团队联合开发的台北大空袭电动。创作团队伫2017年就做过台北大空袭的大算，即马甲其他的台湾团队合作，进一步开发成电脑的电动，是头一个台湾自建历史主题的大型电动创作。那他描述的话是一个失忆的女高校生，她是台北一女的学生。那她醒来的时候是在那个蓬莱町大圣堂。它是台北第一个天主教堂。他醒来发现说，他为什么在这？为什么整个城市都在燃烧？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和玩家一起，透过这个女生开始去了解，就是说这个城市到底发生什么事。记者今麦伫咧总统府的头前，则伫日本时代的原底是台湾的总督府。第二战时期嘛，受到台北大空袭真大的影响。这个场面嘛，伫电动内底重新呈现。就是现在圆山那边，然后它是台湾旧神社那边，因为它有旧跟新。那新的它刚盖好没多久，就被那个日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飞行员坠落给炸掉。对对对。可能的历史，可能的重要，但是已经消失在台北的一些重要历史场景，我们其实在游戏中和我们的 partner 很认真的去还原它。有些部分还在的，我们就带队去看一下。去大稻埕啊，去总统府这边都有去实地的去采访、去看、去拍照片。那有些不在的，我们就去找一些参考资料。其实蛮多书都还有一些老照片。那甚至他们你走这边有请这个几个文史的顾问，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参考的东西。台北大空袭发生伫咧二战尾期，由美军伫太平洋采用跳岛战术，选择空袭台湾，无占领台湾，快速接近日本本土。1945年5月31日，台北受到美军的伏击，是台北历史上上大规模的空袭。我是大学联考的最后一届，当时的话，台湾史是不列入考题里面的。但是我从小的时候，阿公会跟我讲他在台北还有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空袭的故事。我们正式开始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那我其实会惊讶的发现，就是包含可能是设计师或者是影像团队，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是陌生，就是认为是那个日本轰炸台湾。我觉得在全世界，战争游戏已经当道，那台湾没有一个自己视角的一个二战的游戏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张少良表示，相信用电动来说明这段历史，会更较有张力甲故事性。希望民众有兴趣更较了解发生伫台湾这片土地的故事。记者郭富良随台北报道。台南路中有一丛金龟树，因为白色恐怖受难者顶窈窕的遗物待伫树仔骹，互人号做人宽树，也是顶窈窕树。前一阵仔，台南路中有老师甲学生，甲顶窈窕的造语，用全台文的方式制作8本台语有声绘本，用绘本这种温柔的方式讲述艺斗的历史，也毋望互更较侪人知影迄段过去，莫甲人权2字放袂记。红册主角是白色恐怖受难者丁窈窕，1996年才28岁就予政府枪决，卡死无受到迫害，日子是安怎过的？他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就是平常的生活、平常的投票，然后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。这本册上尾的图画出丁窈窕甲红婿查某囝共度一生，上界平凡的代志，煞是主角袂当实现的梦想。台南女中私信出一本树仔骹的自由网，来讲丁窈窕短短一生的故事，嘛用一寡意象交代迄当阵的政治犯是安怎受到国家机器的迫害。就其实当初就每一页在颜色的选择上，其实是有它的意思在的，尤其是在那个构图
跟后面有一些可能比较巧思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在绘本里面它连接很多页的。如果有看过，应该会知道说它有些巧思就是蛮特别的。那象征意义也算是，就是可能包括一些手、盒子或是线，它一些象征意义其实是很大的。丁窈窕受到台南市委会邮电支部安尼牵连，大新大名去坐家，后来受难。伫苏新面头前的这丛金龟树，过去嘛因为丁窈窕的旧精灵，将伊的遗物带伫遮，引发苏新的兴趣，嘛正做绘本的原因。阮是知影有即个故事，啊，佮知影伫迄个丁窈窕伊进前伊伫日本时代，伊有一寡同学，啊，佮讲过伊过去，就是一个他家暴。啊，做愿意替大家做代志的一个学生安尼，啊，所以其实我有找我是看，伊即个资料是我互阮足感动的。我知影讲，即个故事、即个记忆，基本上拢一直伫阮身躯边，所以阮读过的学校，阮行过的路令台南的医院啊，有通知种律师的迄个事件，所以基本上足侪代志是伫阮的边啊发生的。国文老师林秀珍甲一寡以前男女的学生，对考述历史开始找资料，嘛用全台文的方式制作有声绘本。因上大的希望就是通互搁较侪人知影这段过去，莫甲人权这两字放袂记。记者陈阿文、李旭凯台南报道。画家陈定波有台湾油画第一人的称号，伊用画笔画出台湾各地头的景色，是台湾近代重量级的画家。但是陈定波却伫228事件担任和谈代表的时阵，互抓起来，无偌久就枪杀。就此，陈定波这个名伫台湾消失几50冬。即阵有作家出一本儿童绘本《阿嬷的碗公》，内底有侪侪陈定波的画作，用生活中食饭桌、大碗公讲出迄个大时代历史。阿嬷的碗公，得过阿叔上爱食的饭片。阿嬷的碗公象征对逝世照顾甲感情，但是阿叔有一天雄雄消失去，阿嬷嘛无搁用伊的碗公来底饭。绘本《阿嬷的碗公》温入228事件内底，画家陈定波的造句。前几工，阮伫大厅当咧食饭，听着外口一阵乒乒乓乓。伊遐尔少年，佮遐尔有心要爱台湾的时阵，煞会过心，吼。啊，咱台湾人其实毋是干那因兜的人艰苦，其实咱台湾人足侪人嘛是会感觉讲心内底足毋甘的嘛。作者吴在英一直咧写儿童文学，但是感觉即摆的囡仔对这段台湾历史亲像无啥物了解，嘛因为捌看过陈定波的画展，受到真大的感动，才想讲甲伊的原型用伫册内，用家己公园、家己家境等等的画作，互读者家己顺线索去知影迄个压制的背景。阿嬷的角色嘛是受难家属、甲坚强女性的代表。最近阿嬷又搁开始用发起的碗公底饭底菜，足侪查某人伫咧迄个时阵，虽然拢拄着即种真艰苦的代志，毋是敢若陈澄波先生哦，遐个查某人眼泪擦干，嘛是爱继续过生活。其实即个阿嬷并无放袂记哩，啊，毋过即个疼伊藏喺心肝内。这个历史吼是真哀伤吼，真悲惨啦吼，啊是台湾足不幸的一个阶段嘛吼。毋过阮是希望讲用较温暖吼，啊讲故事的方式吼，互台湾的囡仔吼会当了解讲台湾的历史吼，是安怎行过来吼。故事上尾啊，阿嬷行出悲伤，阿叔微笑的笑容，那亲像放下羞愤。作者表示，故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把爱台湾的心拖落去，嘛互代志莫搁发生。记者陈阿文、郑派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但是恁就是伫五路甲知识这两个结合做了真好呢。哦，是真侪人安尼讲，阮也是搁伫咧即条。无谦虚就对，真侪人安尼讲。无，即段莫放水好啦。欢迎回来，代志挂大条。历史课要教啥？历史感知存在伫册本，历史背年代、背人名，硬背敢有效？即阵有侪人用趣味的方式，甲历史讲互大家听，
今日邀请的来宾是故事团队的吕吕来甲大家做伙讨论，吕吕欢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故事的吕吕。欢迎欢迎，咱听到历史这两字啊，吼，一开始感觉是咧讲古，建讲拢咧讲过去。你本身是伫一个专门咧小解历史的团队嘛？对恁来讲，历史是啥物咧？其实若要较学术性来讲的话，历史基本上是咱现代人安怎去对着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安怎来去甲记忆，安怎来去甲记载的一门学问吼。那历史嘛是一门即个自我认知非常关键的学问。如果要较白话来讲，其实伫我研究所时阵，我的即个指导教授一直有甲我讲，历史是全部人文科学的即个徛尾部上基础的代志就对啊。那我就一直在想讲，这到底什么代志？啊，一直到我入来即间公司故事 Story Studio 以后，迄当中我的同事，因为阮的同事大部分拢是学即个历史学科的，但是也有即个少，比如讲设计师，伊可能毋是历史的即个出身，伊就问讲，恁到底是逐工咧讲历史，到底是什么时阵你会想要读着历史？然后阮就开始想，当时用的着这物件。对，你是什么动机？平常时逐工无代志做，哪会想要去看历史？我就想，然后我较想讲，我发现讲，其实我在每一遍想要去了解新的事物的时阵，我拢会想去看历史。比如讲，我想要出国，去一个新的国家，我可能会拍开即个网站，看即个 Wikipedia， 看一下讲即个国家的人文啊、历史啊。比如讲较私人的，比如讲我今日要熟悉一个人，我可能会知影讲伊的名册啥，我可能会小可去调查伊的过去小可去研究，做过啥物代志啊？对，小可看一下，这嘛是即个人的历史嘛，小可看一下以前翕啥物相，写过啥物文章，当然这是放伫心内底啦，毋是讲过迄个。你敢有去看过我的脸书？无对，这就是你去捌新的人、新的事物，这就是你去看伊以前所发生过的历史。对，包括着头仔讲的人嘛是安尼，就是熟悉过去，才会当来即个想未来安尼。但是你安尼看来啊，即几当台湾社会对即个历史的看法，你感觉敢有啥物款的无共咧？这问题其实这命题其实真大吼，我感觉如果是讲以即个传统来讲，即个产业来讲的话，我感觉人文学科其实拢有共款即个问题啊，就是比如讲咱今日是读工业啊，读医学院啊。这有相对应的证照出来以后，出社会以后，你大概就是行即个路线的即个头路啊，就是人文学科并无即款的条件甲即款的环境吼。所以讲，常在互人感觉讲，即个人文学科啊、历史啊，出路敢若比较较矮的感觉。但是，颠倒过来讲，我是感觉讲，现主是咱嘛比着5当前、10当前有搁较侪机会、较侪空间来去即个发挥着咱即个历史。或者是人文学科的即寡学问吼，比如讲一个上简单的，咱即马伫即个新媒体即个环境之下，比如讲 YouTube， 咱莫讲历史就好，咱比如讲即个水电，也是讲即个工业的一寡工艺吼，即一寡咱以早所想的即非常武场的，都是无翕做影片放伫 YouTube 顶悬。这伫5当前、10当前基本都料想袂到，那何况是咱的历史的即门学问，也有真侪即个。即个同行业或者是前辈已经拢伫即个 YouTube 顶悬。讲到网络即个平台，其实恁家己即个故事的团队嘛是以网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嘛。恁到底是用啥物款的方式咧讲历史，互大家成功来引起即个讨论历史的风潮咧？其实阮在即个2014年的时阵成立到呾，一开始当然是非常基础的，只是讲要甲即个。新奇啊、新鲜、趣味的，或者是大家无看过的内容、历史内容，比如讲即个冷知识来分享互大家。那慢慢来到成立到呾也已经7当外，阮即马更加想要做是更加进一步来做一个有脉络，就是有来龙去脉、有脉络啊，非常在北。非常可靠的，当挖壳的资讯的提供者。百科全书的迄个感觉嘛，对。我若要查啥物款的资料，我会使来故事即个网站落去查。是，已经毋是讲只有娱乐的即个成分啊，会当讲即故事的即个网站确实有伊的即个公信力。但是恁就是伫娱乐甲知识即两个结合做了真好呢。是真侪人安尼讲，阮也是搁伫咧即条。无谦虚就对，真侪人安尼讲。无，即段莫放水好啦。
嘿，阮搁咧拍拼当中啊，嘿，对啊，当然最后上悬的这个理想就是讲会当。甲阮公司的即个初衷共款，就是熟悉过去，啊去想象未来安尼。但是为虾米咧？是讲安怎款，安怎的想法，是安怎的出发点，会使互恁甲5路甲知识先结合甲遮尔好？我感觉应该讲回到一个本质，就是讲，阮其实上开始的初衷是要讲好一个好的故事啦。那当然，即个历史是非常好的即个题材。那阮即个公司当中的真侪人拢是真好的即个作家，对，大家用伊的内容，其实就是把即个好的故事写好，啊，搁加上大家拢是即个历史，读历史系，是，所以伫即个知识的掌握啊，或者是伫即个历史的材料的使用顶悬，拢有一定的即个拢有一定的即个坎障就对啦。所以你家己原本伫故事内底啊，上开始你负责的工作是啥物？其实我一开始入来就是做即个影音设计啊，当然阮是一间以历史人文媒体为主的即个公司，所以就是做的所有的影片基本上拢是甲即个历史人文有关系。你咧剪影片的过程啊，敢有啥物代志？其实是你以前毋知影的，还是讲你后来才知影讲，其实事实甲你家己知影的差足济？即款呢，即款机会其实真济啊，因为伫咧做即个影片的制作当中，有非常济即个。学习的机会，啊，包括着，其实我印象比较较深刻，可能是去年阮有做即个228的即个影片，啊有邀请着即个政治大学的即个细化研究所，是啊伊当时嘛是即个228基金会董事长，请伊来教阮做伙，伫遐变教就对啊，伫遐算即个算一个游戏比赛，是，算一寡游戏，就是大家伫遐迄个。比如讲出题目啊，大家伫遐写题目出来对啊。当然，阮遮学生啊写的一定是有真侪问题嘛，都互老师吐槽安尼是。啊，伫迄当中，我印象比较较深的就是228以后到即个1949年，即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，这之间的台湾的情势、台湾的经济状况，拢有甲阮做非常大的补充介绍。那其中印象最较深的就是4万换1箍的即个部分。在过去，阮一直拢当作讲4万换1箍就是一暝之间，台湾人的财产就全部拢乌有去啊。结果经过着老师的即个解说，较知影讲，原来即个4万换1箍是长期以来台湾即个景气歹、经济歹、钱变薄的即个结果，伊毋是原因。对，伊是即个长期以来早就已经发生啊，即个经济政策的失败伊的结果，阮较向知影讲，哎呦，所以讲过去定定咧讲，一暝之间台湾人拢变散，其实毋是，即个概念是毋对，应该是讲台湾人早就已经咧变散啊，最后由着即个4万换1箍变做一个结果，就是正式来讲台湾已经破产啊，钱的政策拢过改变啦，是，即阮在场迄当阵全部人拢感觉讲敢第一届听到。恁家己全部读历史本科嘛，是拢头一届听到是安尼。对，其实这是一个小的概念，但是用咧听，较知影讲，哎呦，所以以前定甲人咧拢共款咧讲，4万，比如讲真侪人讲阮兜4万换1箍，怎啊一暝之间全部拢变散啊？其实应该毋是事实。像历史即类物件，虽然有诶物件有记载，但是嘛是爱需要咱搁去甲人问，然后去听当时诶人知影，才会知影讲迄个发生诶，你讲脉络是安怎，毋是干那一夜之间咱就变散起安尼，一句话就交代过去啊。是，所以这后壁即个背景甲原因搁非常诶深，所以讲这一讲就讲搁讲出来啊。好，安尼咱来讲，你诶成名作，介安尼讲，就是你有一支影片是台湾史袂当只有我看到，其实迄部影片我家己嘛最爱看，因为看过搁再看。伊内底虽然咧讲过去诶代志，但是藏足侪现代诶话题甲思考。你是安怎来完成这规个卡本诶设计咧？这是小可久以前诶代志啊。即摆回想起来，确实是一件即个小可无可能诶代志，因为这是阮公司头一遍去接到比较较大诶。应该毋是讲比较大，第一届接到即个影片案，当其时是讲要做即个10支3分钟的影片，阮就真正
就是青面物件穿落，真正甲接落来，第一届就安尼接。大家较想要知影的是讲，恁安怎甲即个现代的思考甲话题，你插入去迄阵的历史，佮搭，就是大家袂感觉即冲突的。所以你看的时阵，袂感觉讲我只是咧听过去的代志，甲我即摆敢若有关系，但是我佮当时知影讲以前的人的生活发生啥物代志。一开始应该是讲，阮有即个，由于阮即个公司的同事真侪拢是历史专业嘛，所以阮就先请着历史专业即个同事，先找出10几条左右的即个，因感觉讲现代少年家会有兴趣的即个题目，然后阮想办法用迄当阵，差不多2、3当前，阮甲大概上新的即个研究的结果，拢想办法看讲会当甲即个掺入去内底无？是啊。伫咧呈现的即个手法当中，就是希望讲比较用较趣味形式的即个剧情来去呈现。你内底动画全部拢是你家己完成的，是，所以像你要设计遐图样的时阵，爱参考啥物款的资料？参考真侪，这其实是阮嘛一直咧想讲，即个界线到底伫对吼，到底是啥物图片会当，就是凊彩画做会得过，啥物是一定爱即个找出历史的资料，然后阮尽可能啊，甲全部阮感觉讲重要的即个美术内面的即个物件，或者是即个人物，全部拢是找着当时就是拢有去找着当时的资料，着相片来做参考。比如讲，我印象上介深的是。阮有一集是咧做即个杜聪明，台湾第一位的即个医学博士的即个故事吼。伊即个帽仔顶悬制服啥物拢找有，但是帽仔顶悬有一条即个目具，目具顶悬到底生啥物形？找有够久。阮就咧想讲，到底是还是凊彩甲做，毋是做啊？反正无人看过安尼。就是小可用即个美术的即个技术，小可甲画一个大概模样。那我想讲袂使，一定爱甲找出来。然后爱较讲究的。然后迄是我找上介久的一个资料，最后总算找着讲当期是总督府医学校，伊的即个帽仔的目具到底是生啥物形？阮甲藏起，阮嘛家己摸良心讲安尼应该是交代过。通过啊！像甲外口单位咧合作的时阵啊，即种卡本较冲的话，敢捌去人退回过？无退回过，但是应该讲是。真侪讨论拢是有诶，讨论的即个空间拢是有诶，因为毕竟是外口诶单位嘛，因可能有因家己，比如讲公家单位或者是私人单位，因有家己诶即个想法。但阮拢会是依照阮诶专业，互因建议啊，在即个因会当接受诶范围内，阮做着上大诶即个上大诶发挥诶空间。尽可能阮嘛袂讲为着讲要去就。别人的即个意思，阮怎话家己自我缩北即交紧交起，怎变甲规个影片拢无即个主体精神，这嘛是阮所无愿意的。所以阮拢会尽着最大的即个沟通的即个努力。因为像故事有即做足侪无共款的影片内容咧小解历史，即阵台湾也有人是用电动、歌曲或者是绘本来讲台湾史，所以讲台湾史 IP 即阵敢会使算是长型。我应该会当算比较着5当前、10当前，我感觉即马是完全以早所料想袂到的一个时代吼。对着台湾史的即个 IP， 我感觉非常会当期待。作为共款在即个行业内面的一个人，有影是感觉讲非常安慰、非常欢喜，甚至感觉讲非常的期待。希望讲敢会当未来阮。我家己或者是阮的公司，嘛会当伫即个台湾的 IP 的创作顶悬贡献一份成力安尼。是，嘛就多谢有遮个创作者，互咱看到遮尔济台湾的历史，用轻松的方式了解台湾的历史，互大家听，嘛互民众理解讲台湾史是属于大家的。今日非常感谢吕吕来节目中。多谢主持人。以上就是这礼拜的代志外大条，咱后回再会。它对医护人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家，就是一个可以轻松疗愈的一个空间。所以我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呢，来持续把这里定位为一个艺文疗愈的一个空间。